我係校園小記者3位班嘅蔡子怡。我係校園小記者嘅3位班楊心如。各位同學，學校今年繼續有分體活動啊！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夠培養行循運動的習慣，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冇錯啦，今年嘅分體活動更加豐富，等我哋一齊睇下有咩新嘅項目啦。首先是跳彈珠，同學們可以踩在珠上，拉着橡筋帶跳動，這不既有趣，還能訓練手腳協調。另外，仲有冰羽球，可以練習同學們嘅手眼協調能力。仲有足毽，讓同學們可以體驗中國傳統運動，同時訓練協調能力。我好鍾意跳彈床，佢唔單止好玩，仲可以強壯心肺功能。冇錯，跳彈床真係好好玩啊！仲有健身環可以幫助我們加強肌力。最後，我哋先圍住學校跑圈，鍛鍊心肺功能，促進健康嘅發展。同學們，讓我們一起參加分體享受運動的樂趣吧！希望大家在分體活動中找到自己喜歡的活動，以養成日常運動的好習慣。加油！各位同學，你哋又鍾意分體嘅什麼呢？我鍾意玩過山關，因為又可以同好多朋友一齊。我鍾意彈彈床，因為彈彈床好有趣。我鍾意分攤可以跳床，仲可以玩平衡球，仲可以玩好多嘢。我鍾意分攤活動，因為有好多活動可以唔同嘅人咁玩。我鍾意分攤活動，因為有好多活動俾我哋玩。我好鍾意分攤，我最鍾意嘅活動就係接球活動，因為嗰度呢就可以同同學一齊玩，仲可以訓練你接球，好好玩。分攤活動對身體好有益處，可以令我哋多啲運動。我鍾意分攤，因為可以早啲返嚟同朋友仔玩。咁你哋呢？我都係。我都鍾意分攤，因為可以玩到自己想玩嘅活動。我鍾意分攤係因為可以養成一個做運動嘅習慣，同埋早啲返嚟識多啲朋友。我覺得有90分係因為都好有趣，我覺得可以加多啲新嘅玩意，我覺得都好玩。我鍾意學校舉行分攤活動，因為可以令我減肥，同埋可以令到我哋身心健康。我好鍾意玩呢個分攤，因為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可以俾我哋去活動下、喐動下咁樣，做下運動都幾好嘅。你咧？我都鍾意呢個活動啊！我哋咧可以日日咧都可以做運動，保持身體健康，唔使日日都喺度坐喺度。係啊，呢個分攤活動非常之好啦，可以俾小朋友可以有多啲活動，同埋可以喺同學之間有增進佢哋嗰啲友誼啦，同埋
令到更加同學校更有歸屬感。家長你又覺得分攤活動有咩好？我覺得呢個活動好好啊，俾小朋友多啲運動咯，放鬆下學習嘅壓力咯。你中唔中意啊？我好中意啊！大家好，我係4C班林佩順。今日我會介紹呢本圖書《名人成功人生小故事》。呢本電子圖書收集咗23位古今中外名人嘅有趣故事，希望同學杜覺名人嘅成功並非必然，其中包含咗許多不為人知嘅辛酸。絕大部分成功者都係要付出百折不撓、破釜沉舟、鍥而不捨嘅努力同埋毅力，方能克服萬能，收穫成功。A 博士，佢哋喺度做啲乜嘢啊？傻瓜，一睇就知佢哋喺度修築鐵路啦。講到鐵路，唔可以唔提中國嘅鐵路之父詹天佑，係中國著名嘅鐵路工程專家。12歲就被清政府選派去到美國留學，之後佢考入耶魯大學修讀土木工程同埋鐵路建築。喺1888年，詹天佑轉職去到中國鐵路公司，並得到英國工程師嘅甘願重用。喺修築津宇鐵路期間，佢以氣壓沉箱法成功解決英國、日本同埋德國工程師都未能解決嘅難題。佢一生都專注喺鐵路上，並為中國興建首條自行興建嘅京鐵路，因此佢有中國鐵路之父之稱。佢喺京張鐵路嘅鐵道工程中擔任總工程師，主持設計、修建。佢運用人字形線路，節省咗大量金錢。呢項工程淨係用咗4年就完成。外地嘅工程師都嚟呢度參觀呢。而佢喺修建京張鐵路期間所定嘅各種鐵路標準，如4尺8寸半標準軌同埋占視自動掛鈎等，係中國而家仍然使用嘅。佢更制定鐵路工程師嘅培訓章程，注重人才培訓。鐵路工程有重大嘅貢獻。閱讀呢個名人故事之後，我哋學會咗要面對困難。只要我哋唔放棄，堅持嘗試，唔驚失敗，總有一日會成功。希望同學有時間去到香港教育成醫閱讀計劃平台入邊閱讀呢本電子書，一同學習呢位名人嘅堅毅精神啊！多謝。